一点生活技能都没有，他以前怎么火的？大晚上还喝水。 吃苹果。都几点了还不睡？对，我是为他好，为他好。 住我家就得守我家的规矩。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，半夜3更别做运动。我在房间里练瑜伽，也吵着你了。对，一点声音都不行。你故意找茬呢吗你？一个大男人半夜3更闯进女生的房间，谁知道你有什么歪心思？总之，不许再练了。 顾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昨天晚上打扰你了，我现在走了。你过来。怎么啦？你会喝水吗？会喝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水渍？有水渍为什么不擦干净？用过的杯子为什么不洗好放好啊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马上收拾干净啊。 行李箱上的泥巴为什么不在进门前清理干净？我昨天已经帮你打扫过一回了，你非得留下一些痕迹在我家是吗？你想太多了，我立马擦干净。这总行吧？我看是你眼睛有问题，这被子两边贴的不对称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这样可以了吧？用过的浴巾不能搭好吗？ 这是一个女生该有的生活习惯吗？马上叠好。一点生活技能都没有，他以前怎么火的？这个孤男者简直就是个魔鬼！以后你跪着求我，我也不会来的。